来看昨下晡桃园台厝地违规停车，有一个来耍车的查甫人无愿意配合警方的临检进行反抗，伫民众的协助，甲人抓起来，嘛发现讲这个民众是通缉犯，嘛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 不是我的车啊！好，你先蹲着。我是来负责移车的。这架车违规停车，挡着店头出入。初五下晡1点50分，桃园警察分局中路派出所的警员巡逻时，接到通报前往新埔7街处理车辆违规停车的事件，通知车主刷车。40岁姓林的男性到场讲车不是伊的，伊只是来帮头家刷车，无愿意配合警员查验身份。来，身份证字号。 我现在是怎样？身份证字号。为什么要报？身份证字号。为什么？我只是来吃饭而已啊。身份证字号。来刷车的姓林的男性汉操真好，警员来查身份，伊唔愿意配合，把证件摕出来，好问到身份证的字号，就要流选，反抗真激烈。警员随叫伫后壁，并且靠支援，伫民众热心的协助之下，甲伊压制并且抓起来。该驾驶假意配合意图逃逸。 立即遭远警及热心民众合力压制。经查，男子因案遭通缉，远警依法将其逮捕解送归案。这个姓林的男性因为毒品甲窃盗2案，获法部通缉当中，稍后会移送新北地检署进行侦办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